这个除了我们扩大国旅，提出了36亿元的一个秋冬游，而且呢就是会创造这个60多亿以上的，去年已经降到2成4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想对我们整个国际观光客的来源多元化也是一个健康的发展。那最主要是我们已经做好因应的对策，这个除了我们扩大国旅，提出了36亿元的一个秋冬游，而且呢就是会创造这个60多亿以上的效应。那我们也在要争取更多的国际旅客来台，所以包括像一些签证的这个松绑，扩大免签国家的范围，以及简便所有的这些入境的程序，我们也同时在做，所以一波一波的对外来宣布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中国的这个观光客不只是对台湾这样操纵，它对于像韩国像发生这个萨德飞弹的事件也是如此，跟日本也曾经限缩过这个观光客，所以这个是中国作为一个专制的国家，它透过绑架自己的人民来操纵外交。那我们台湾人是站在第一线，我们欢迎陆客来台，但不会因此而这是依赖。这样子才是我们发展观光的长久之计。那我们国际客大概主要瞄准哪一些国家？我们目前大概集中像日韩、新马跟港澳，这个大概差不多各占了就是都是2成以上的比例。那其中我们对于还可以再松绑这个来台签证的国家，特别是东协这些西南向的国家。行政院也已经展开跨部会的检讨，那我们也提出过，除了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，我们可以更扩大它这个来台的这个便利。那另外已经有松绑，但是可以呢再进一步扩大的我想也包括像这个越南等国，那像印尼这么大的国家。特别，我们如果能够加以松绑，我想那个会带来庞大的东协的旅客。OK， 好，那你们就继续问别人了好。